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教师因不满校方拖欠工资而上街进行抗议维权讨薪活动，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5月30日，六安市教师又一次团结起来走向街头，进行了大规模的教师反政府、讨薪水示威游行活动。克扣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现财政收入猛增时期，却频繁传出教师讨薪的消息，让教师像民工一样走向街头讨薪。这一切绝不是什么悲哀，是赤裸裸的罪恶，是国家政府在犯罪。教师讨薪被暴力对待，那是国家的特大耻辱。根据国际新闻央视网消息，5月29日，在巴勒斯坦回归大游行和打破封锁最高委员会的组织下，加沙地带10多只船只组成船队出海，表达对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的抗议，同时纪念8年前土耳其船只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却遭以色列袭击的事件。不过，船队出海后不久，遭到以军拦截。5月29日，为了准备与金正恩举行历史性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加速进行，一位北韩高级官员前往纽约进行了会谈。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规定，美国领事官员可以限制签证的有效期限。对于专业在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等领域的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将仅限于1年期限。新规定在6月11日实施。位于巴黎中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20个国家集团2018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量的报告。据经合组织称，相比过去的2年，出口量增幅最高，平均增长率为5.3%。近日，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连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已造成至少65人死亡。